個川河石區啊，咁啊揈出去外邊藍眼罩紅帽，仲有呢隻朗日自強啊，後啲先有龍威森德列進區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北地烈馬呢，仲有一個馬威優勢嘅，奇異歡聲就開始追佢啦。中間仲有馬池登啦，後多陣嘅話仲有川河石區啊，出邊上緊嚟嘅馬匹呢，仲有隻朗日自強啊。最後百零米啦，北地烈馬放順晒啦，接嚟後邊嘅對手最少啊兩個馬位啊，馬池登進佔第二，埋邊奇異歡聲出邊第四位，仲有朗日自強，接近終點北地烈馬一放到底，跑第二名呢就馬池登，第三就好近嘅，埋邊係奇異歡聲啦，外邊好大隻啊，朗日自強亦都上咗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北地烈馬都係擺咗喺前面走啦，沙田千二一樣冇問題啊！馬池登第二，奇異歡聲響埋邊，出邊上嚟噶嘛，朗日自強需要影相爭第三。後尾成為大熱門，一放到尾，北地烈馬都克服到田草千二啦。馬池登跟前第二，第三呢都係跟前啊。入邊嗰隻奇異歡聲跑第四就朗日自強，都把握到個弱組機會啦。所以呢刻唔克服有時係講對手嘅啫。